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8日下晝嘅客家清新聞，我係陳延洲。又到下晝2點嘅時間呢，一下呢就要繼續嚟關心呢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嘅記者會，來了解講近邊嘅關於清新嘅疫情又有乜嘅其他發展咯。喺近邊呢對台灣嘅防疫嚟講係一個非常重要嘅議題。最講近邊呢，基建係一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100年嘅議題。當我呢一下啲指揮中心嘅現場，一個指揮中心基建搶所有嘅記者來是點先沒有？意思呢可能意思就係講，也建議台灣嘅防疫上係做到以後，嗰種呢就上係來啲也100年嘅時間呢來同大家呢來慶祝。到底呢近邊呢台灣係咪有其他新增加嘅確診嘅案冇？我相信所有嘅鄉親朋友呢都當希望講近邊呢台灣係維持冇確診安樣情形。唔過呢啲款台灣呢進行疫情以前呢，外在個繼續來關心國際方進行呢疫情發展，佢哋全世界清楚來表示疫情呢中國嘅片一下多帶嘅故意嘅關於疫情上來係用了。從喺啲前日嘅時間呢，啲4月26中國嘅片全國係增加3例一個確診病例，佢有1例呢係本土案例，佢有2個係對境外勢落來嘅。啲前日嘅時間呢，亦係衝喺芒市安大對表述疫情都見清大嘅確診人數嘅記錄。唔過呢，到近邊嘅時間呢，一個確診人數又增加到60人。唔過呢，一下呢，中國嘅片大部分呢都係對境外勢落來嘅確診案例係卡到。唔過呢，一下呢啲中國嘅片沒有發生一個情形咯，就係講呢有一道民眾呢假條呢係解除隔離過後呢又發生呢一道又變做陽性嘅情形，就係講呢一下呢一個中國嘅片係要動到天氣韓國有省呢都有實施一個隔離措施，啲民眾呢假使外地冇共用省啊其他之間來去都係配合假條防疫政策來做一條隔離，請無外14日。就喺現正講，廿波嘅就有動到民眾發生解除隔離過後又發生係陽性嘅情形，故所呢要動到地方假條就自家來幫從相關嘅隔離嘅檢疫措施，從係啲北京鴉片，啲假條呢除咗有14日嘅隔離期天數外來配合外來做到以外，嘅北京呢假條自家嘅宣布為有其他另外嘅前日嘅外地居家觀察，加起來呢就係有21例。然後呢，韓國有從浙江鴉片嘅除咗啲14日外地醫院失蹤隔離以外呢，啲失蹤隔離嘅期間滿了以後，韓外許多假條地方控嘅一路指定嘅隔離嘅點來自家來做觀察14日，加起來呢咪有28例案度。喺全國呢一下中國一個隔離期間輕重嘅，就係講啲烏龍公鴉片呢，佢啲烏龍公呢清主要呢就係講現正佢係同俄羅斯來夾擊，因俄羅斯以前呢東南倉故所呢要動到呢一條確診案例係對境外勢落來嘅，故所呢一個烏龍公假條呢就自家宣布我來幫從相關嘅隔離措施，佢想有14日嘅隔離期過後，海外呢轉到地方過後呢，海外接種隔離，另外做接種隔離7日，未外來做其他地方卡居家隔離，我有14日，加起來呢有35日，差唔多有102日按久哦。按久嘅一條隔離措施，就希望講中國一下針對防疫一部分係做到非常徹底，希望呢一日一次唔好過繼續啲中國嘅片逼開來。稍後呢來看呢新聞報道。中國官方講病例冇按到咧，照中國國家衛生空間委員會最新嘅數據，26位指中國新增加3個確診病例，從下中國疫情通報以來最少嘅病例。中國呢下有嘅本土病例降到200例以下，武漢26每條就擺出現所有帶染嘅確診分扎，冇再個增加咧。這名77歲的新冠肺炎患者，第2次核酸檢測結果為陰性，臨床症狀解除，達到出院標準。湖北當日無新增和現有確診疑似病例，無新增死亡病例。落去湖北武漢嘅中央醫療人員指揮界國會人副總理孫春蘭27日見大川吹咗去北京，唔過烏龍用行業病史嘅疫情下太多年重，兩件依然出現大規模嘅群體感染，還有23扯到83個超級傳播者，對初九爆發到今日見扯到87三年嚟，行業病副市中心人會了2年認為風景冇做好，已經半年發嚟，中國日後專家面對武漢轉到烏龍用來指揮。看的是封城以後，這種沒有人、沒有車輛、沒有看到繁華似錦的時候，我覺得，這也是一種遺憾吧。
但是为了疫情的控制。27北京、上海留廣東嘅貴高中3年生嘅學生嘅開學，題目曉未要動到為了大家兩體溫嘅工作認真，來加強風範，落去考試過後，大概學生未到大年在咁要專門給你來量體溫。要學生家長提供了這個健康的綠碼，而且我們要求學生進校門的時候要提供連續3天的一個測溫的。之前過3開學，教師都嘅會有都係例如公車站，準備學在咁，學校未實空間觀察室到心理諮詢室，就在提供心理到心理嘅治療服務。記者清楚明清理鳳綜合報道。先前嗰個呢 video 風，伊呢就提出動到嘅一個限制措施哦，將係呢有動到所在呢都一個封城禁令。唔講呢，近比關於前線嘅疫情有乜嘅特別嘅發展哦，然後來呢就來看呢指揮中心現場情形。好，我们各位媒体的好朋友们，大家午安。好，那谢谢大家持续来关心国人的健康。今天记者会还是由我们陈指挥官来亲自主持，那副指挥官也同时到我们的会场上。那我们的专家咨询小组的召集人张尚存张教授，好，在指挥官的右侧。那同样的，跟我一起出席记者会的还有我们社区防治组的庄仁祥副组长兼发言人。接下来就请我们指挥官跟大家报告我们一天工作的一个情形。好，各位记者女士、先生们，大家好，大家午安。好，那我们今天仍然没有确诊的个案。好，那我们现在已经累计有307人解除隔离。好，那当然还是一样343个境外移入，55例的本土病例，31例好的动物舰队。好，那确诊个案中有6人死亡，307人解除隔离。好，那今天也是我们大概指挥中心成立到100天了。好，那这100天也非常谢谢全国的民众还有我们的记者女士先生们，陪我们一起度过了这100天。有时候紧张，那偶尔有时候会稍微轻松一下，这样的一个日子。那未来还有一段路需要走但目前的迹象看起来都往好的一方面来进行，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还是要强调能够有现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比较往好的地方走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来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全体国民大家的一个合作。我们虽然没有用了很多的有一部分比较强制的方式，那大部分大家都是在呼吁配合进行改进，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我们没有在世界上算是没有严厉的封锁的情况下能够稳定的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所以未来个人的卫生的维持戴口罩、社交距离这样的一个方式，那还是要持续的把这样的当做一个好习惯把它维持住。如果能够维持的越好，那当然我们在里面的一个相关的生活就越能够正常化，相关的一些管制也可以逐渐来放松。那整个在昨天我们呼吁了这个口罩的人造援助到昨天是昨天嘛到昨天晚上就有12万人来响应那我们大概也持续的呼吁大家能够展现我们这样的一个助世界的一个心意。好，那昨天晚上在外交部跟 AIT 的安排之下那我们那我也跟那个美国的卫生部长也用电话来做一点交换的意见那美国也对我们目前的防疫的这样的一个进行也觉得很好奇很多地方来跟我们做讨论那尤其他们是关心我们在检测上面做的一个方向那我也提供我们这样的一个精准检测、精准防疫的一个政策的方式，跟达成得到目前的一个成果。那他也表达就是说，未来我们在科技上的一些合作，那还有很多的空间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科技的合作上面，是不是对全部的人类能够在健康上或者在防疫上有所帮助？
那他也表示持续会支持我们参与这 WHA， 那美国也会继续的努力。好，那大致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因为今天也100天了那所以也就大家常常在讲的一些情形我们就做一点说明了好，这样会看得比较清楚。好，其实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大家大概持续关心的，大家说每天有几个个案，个案的情况怎么样？那接触的范围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形，大家也都很关心。那我们也持续跟大家做各种的报告。可在这里面被提出来的很多的问题，就是说，那会不会有无症状的感染者？那会不会我们需要做一些筛检，能够帮助我们把一些无症状的感染者能够找出来更多，那避免整个未来社区传播的可能性。那这不但是各位很关心的题目，那也是在社会上很广泛的被讨论的。那我跟大家来先做一点有关于筛检快筛、普筛和我们现在的 PCR 筛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比较跟它的一个成效，让大家更了解一下我们专家学者的想法跟我们指挥中心对中心的一个看法，让大家来分享，也可以做进一步的讨论。那终究我们在整个的一个武汉肺炎，从最开始到现在100天，从确诊的个案到这个3月中突然往上升的一波的境外的移入，然后到现在那个潘时间又让我们增加了1点。那总共呢，我们大概从最多这个差距大概300多人到现在151人，今天又更少了1点。换句话说，住院的病人是越来越少了下一张。那整体台湾的结果是这样，我们的策略是这样子。我们有2300万人全人口，那跟呼吸道有相关的在100天来有看呼吸道疾病的人不是人次他的人大概将近有500万人。那我们的目标里面大致上从这个500万人经过医师的评估，那找出了大概6万多人。然后这6万多人我们用 PCR 去筛检它，我们找出了429例，包含了55例的本土的案例跟343例境外移入的，还有31例的这个舰队。那大家现在在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有呼吸道感染而被在医疗评估排除掉的，是不是有一些潜在性的病人？那跟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除了这些人以外呢，这1800万人是不是还有更多？那问题是这样的怀疑都是有的，而且可能这答案也是真的是有，也应该是有。那问题是我们怎么做才能够让这样的伤害或是这样的一个危害能够减到最低？下一张。那几个大家每天都在讨论我们先讲一个盛行率，当然就是全部里面多少人受到感染这样的一个比例。那快筛普筛大家把快筛普筛当作就是说筛了就会有结果筛了就会把所有的病人都找出来，其实没有快筛只是指的就是说筛得比较快它的一个方法上面能够在检验的时间比较短，那我们把它统称为快筛，那一般指的大概1个小时以内。然后第二个是普筛普筛也不会把所有的病人都筛出来了等一下我会说。那普筛只是指了一个大范围的筛基本上不是说有非常非常特定的一个目标，但偶尔我们会只说一种普筛，譬如医疗人员的普筛或者交通从业人员的普筛，或全人口的普筛。同时普筛就是广那针对性相对的低，这样的方式我们叫做普筛。那检验的方法我们现在用 PCR， 当然有一些检验抗原，也有检验抗体。那基本上在 PCR 里面需要的时间是最长，其他2个
都是比较短，所以其他这两个抗原抗体的这样的一个检测，有时候我们就会简称它是快筛，因为它比较快。那但是呢，这里面它有使用的一个时机，就PCR 里面，它是在发病的早期，我们就会侦测得到。那到抗原，它也是发病的早期，那抗体是要发病7天之后，陆陆续续我们的 IgG 就可以 check 得到。所以因为在时机上不同，那使用的时机也就会不同。换句话说，如果你在就是你的时间弄得不对，你纵使用很好的方法，你也验不到。那另外呢，他们有我们想讲的是一个敏感性，一个特异性。敏感性指的就是说，有阳性的，你大部分都可以筛得出来。换句话说，你这里90%的，就是你等于是有100个，筛出来，你就是是阳性的。那我们90，那就是90个，是真阳性。那75的你就乘以75%，那就毁这里面就伪阳性就会变多了。那特异性就是你被筛出来这里面的，它里面它会包含的有一种不同的，因为每一种检测方法的针对性不一样，那有一些类似的，那所以你的特异性不足，你就会把类似的都抓到里面来，放成是一体，所以你可能就会抓到不一样的东西。那我看在下，这个没有调，再下一张所以在这里面经过这2个这样的一个不同，我们就有一个相当的它一定的敏感性，你就会能够在有病的人检出多少的阳性的病人。换句话说，你最后你被检验出来的这个 A 就可能就是你的A 加 B 这里面是真正的是有病的，可是真正的有病你被验出来的是这个 A， 所以这 A 除以 A 加 B。就等于你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敏感性。那特异性等于就是说，这里被弄出来这是总共是没有病的，可没有病的里面它里面它有些包括就有一些是伪阳性去了，所以我们里面就把 D 除以 C 加 D，就变成它的一个敏感度特异性。来下一个。所以我们现在看看，就是说快筛，大家讲快筛，大概现在快筛能够超过10%的一个灵敏度，75%、70、75，这样算是现在目前的这些的检验的情况，它的一个极限值。所以我们看看，以我们现在本土的案例，我们这里面3万1，我们大概知道说我们检验是6万多嘛。我们把其他的非这种所谓本土性病例所查的。那把它去除掉之外，剩下3万1，确诊的是55人。换句话说，我们是盛行率最大值了我可以说最大值。为什么最大值？就是说这是我们既有的经验值。那这经验值，我们所检验的人是有针对性的。它不但有呼吸道症状，有可能各种被陈述出来的症状之后，经过医师的判定，然后才去筛。所以这里面被筛出来比例必然比这完全没有症状被筛出来比例是最大。所以我们讲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盛行率的最大值，等于是1/1000。那如果用快筛这样的一个灵敏度，就75%的敏感度，特异性99这样的情况下来，我们会筛出来，会有100个伪阳性的个案。那在这情况，如果我们把数目再把它放大来看，会变成怎么样？来，下一张。就如果大家在怀疑，就是说，是不是有呼吸症状，然后经过医师把它排除了，所以我们才有6万多或3万多个人去筛。那是不是应该把这450万人都抓来筛看看？它的情况是会怎么样？那以我们刚才假设的一个，这张是这张我们先用假设一个最大值，因为我们的盛行率不可能这么高了。我刚才讲过，那这个盛行率指的说对特定的对象，特别有症状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我们把它放大做全国的，假设呼吸道症状的人，他的罹患率也是一样，1/8%。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用整个用 PCR 去查的时候，我们会得到432个伪阴性，479个伪阳性。那换句话说，大家看到这个数目字就是有可能的一个隐形的患者。好，对，这个数目字这样大家可以明白，就是说，如果我用 PCR 去筛，假定它的盛行率是1.8，所有的人都是呼吸道病人，就会有这样1/8的一个被感染者。这样的情况，我们会有潜藏的有8200多个在社会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大家所谓的无症状或是低症状这样的一个感染者。那如果用快筛去做的话，它会得到6500，但这里面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伪阳性的有将近是5万。好，大家看到如果这样的情况，我们去验完之后，用快筛来做的话，那怎么办呢？伪阳性的这么多，那我们只要把这个总共加起来这54000人再来验过一次，用快筛再来验，那就比我们现在去测那5-6万人它数目还要大了。所以说效益上就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效益。但是回来看说，那8000多人怎么办？再下一个。那如果用一个比较合理的推估，假设非特异性被医生检查过的这些人，事实上比医生检查过的这些人罹患率是低。我们把它算作加一个50%，所以说55个加了75个，这样一个比较合理的数目，我们可以去怀疑社会可能有71个，是我们检查不到的。就目前的检查的方式的漏网之鱼。那如果用快筛的话也是一样，不过快筛的话就产生另外这个问题，又有48000个所谓的伪阳性，那我们仍然要去把它check，再把这56个人再分出来，所以我用比现在的成本还要更高的事情去做这件事情，时间也没有省。好，下一个，全人口，假定全人口的罹患率都是一样高，那我们用 PCR 做会得到3万个潜藏的病人。好，那不过它的伪阳性大概1800，那快筛它就变成不可行，为什么？你可以找到24000个，但是有18个是伪阳性，18万个伪阳性。好，下一张，合理的来看，我们可以漏到9个，因为我们把现在大概10个，我们这样可能这个躲起来是10个，验的结果我们找到这9个，但是我们要处理这1800个，那这里找到8个，但要处理18万个。所以显然大家可以看到，用快筛其实在经济效应是不足的，这样产生了很多的伪阳性，让我们来处理下面的问题。好，下一个。所以大家来看看，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用快筛针对2300万去做，每一个费用比较低，200块，那我们就要花46亿。但是我们仍然还有后续，刚才讲18万人还要再处理一次，40几万人再处理一次，一样的问题在。那 PCR 我们全部做，我们要691，它准确性比较高，需要再一步的处理的问题比较少。那我们现在用现在的方法做，我们花了1.8亿。所以在经济效益一定是我们现在做是比较好，但问题对社会的影响到底变成怎么样？漏掉的这些人到底会变成怎么样？这是大家所关心的嘛。如果花这些钱，让不漏掉的都找出来，而让它的传播变低，那样就要另外再考虑。好，所以下一个。我们来看看真正的漏掉的社会实验，经过100天的结果是什么？大家假定说3万多个啦也好，1000多个也好，那经过3个月在社会里面啪啪照，它产生的结果是什么？10个。
好，就10个没有感染源的。换句话说，不管我们用极大值去推，或是合理值去推，它又产生一定的数目。但这些数目到底对社会的影响是怎么样？它影响就是10个人，而这10个人的影响是什么？它要让17个人染到了。所以我们现在来比较，就是说，有这么多的一个，不管是多还少，结果它就产生这样的一个影响。上一张，而我们需要用的费用差这么多，效率上差那么多啊！再往后，没有刚那张。所以我们现在花了1亿8千元，8000万。好，那找出了我们相对的55个本土的个案，那加上我们的境外，然后我们可能有漏掉一部分人，而这漏掉的一部分人，在3个月之后产生的是10个没有感染源的，跟17个受这10个人所影响的个案。对，大家可以知道说，我们这个方式在经济效益上是很高，而且可行度是很高。好，这第一个跟大家讲，就是说有没有无症状者？可能有，那到底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用最大值去估，最小值去估，都需要花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是非常的高，那得到效益很低。因为我们花了那么多钱去做，你仍然留下了一些伪阴性，那它仍然是在社会里面拍照。所以去探讨那个，不如我们来看，假设这样的一个现象是存在的，它产生的影响是什么？那对社会有没有形成伤害？好，那我答案很清楚，有影响10个，那加上27个、37个人，好，那它都是我们都可以把它医疗好，把它照顾好的。好，下一张。那大家常问是说，那别的国家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人家也是先进的国家，为什么要做得来速等等的这样在做？那原因就是很简单嘛，就是他们的罹患率很高嘛。我们现在罹患率每100万人我们大概是18。那在大家看到的很多的都是上千、上万的。所以他们在很多的，在非常非常多的，任何政府做的都是一样。假不定这是全部的人口，如果阳性的人非常的多，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做这样子一个一个去分了。所以第一个，我就把这个部分全部都 lock down 起来，shut down， 我就让它全部都不要活动，然后把这些人都区隔开来。那有病的才来看，没有病的在家里等，你可能等14天，可能等21天，可能等28天，那中间严重的病人出来看，或者第二步，我阳性病人没有那么多，所以我当然封锁了之后，我开始来找阳性的病人，所以我大量的筛，希望把阳性病人找进来，再来被治疗。如果很少，像我们就不需要走到这样去封锁全部的，我们直接就用这样的科学方法，直接把有病人的找出来去治疗。每一个国家都从这个全封锁、半封锁，一直希望往这边走。他们是在封锁，在做什么？封锁是在做分流嘛，把健康的跟不健康的分出来。可是每一个国家对于它设定的要做到什么情况不一样，所以英国一开始就设定就是说他假定这边有，特别威胁生命的，我才要去治疗他。那其他的，我认为让他拍照，活一活，特别严重的出来。所以，但是英国一开始这样做，那很快就失败了。那这样做的一个相对比较成功的，看起来现在是瑞典。那瑞典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开始假设的一个前提，就死亡率是0.6%吧。他意思说死亡率很低，所以与其花费这么大的一个成本去做相关的事情，那不如让这个东西就是，有病的赶快出来，
然后把它医好来。好，那可能短的时间死亡率会比较高，可是长时间而言，可能对社会群体的免疫力就会比较好。所以 long term 长期来看，可能是比较具有效益。但是呢，也因为 WHO 说这个就是说有了抗体之后，是不是再有这样的一个免疫情况变成有一点存疑？所以大家对这样的一个步骤的调整，大家都在思考中。好，所以大概上跟大家下一张好啊。但是更重要就是筛检上的一个迷思了哈。大家常常会想说，筛检阴性之后就不会再得病了。没有，筛检之后你阴性，代表说你以前没有得过病，并不代表你以后不会得病。如果我们要靠这个方式全面的把全部的人都筛出来，那其实你可能第二天就得了也不一定。如果你马上呈现阴性之后，你就口罩也不戴，社交距离也不弄，然后大家就很高兴的，然后接触到病毒，你就中了。所以整体这样的一个概念大家想说我们的一个战略跟我们的想法跟引发的一个效益，那到底合不合我们现在的一个就是说科学性或者效益够不够对社会的影响会怎么样？那目前我们根据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目前在战略上不会变。当然很多的科学的证据不断的出来，新药出来或疫苗出来，或者有更多的一些证据出来，也许会调整这样的战略，也不一定。那目前我们看我们这样的战略精准防疫是成功的。以上跟大家做报告。好来。长官好，东森新闻想请教，因为有提到说有一个那个 App 是可以让民众他们去看一些热点上面的人潮，就是在5·1连假期间。那想要请教一下，这234个热点，他们是怎么去挑出来的？有没有一些可能是地方比较有名的景点，然后没有被列出的呢？另外也想请教的是，里面有分黄灯跟红灯嘛？那它是怎么去界定它的红灯跟黄灯的拥挤程度？因为如果说是以统一标准的话，假设100辆车在不同地方，可能它的拥挤程度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怎么去区分的呢？要怎么计算？然后另外想请教的是，屏东有饭店因为被标注在警示 App 上面，结果现在退房率非常多，现在住房的人只剩下1成，有没有对这些业者有怎么样信心喊话吗？还是说他们这样子可能会因此受到一些损害？谢谢。上面的景点主要当时是综合各个部会收集的相关资讯那源头有夜市市场跟这个商圈。那透过，因为我们一开始大家还记得在4月清明连假之后，大家对于这个出游的这件事情就很关注。那指挥中心这边跟行政院治安处就在思考未来怎么让民众可以放心的出游。那出游的时候又可以知道这个景点这个人数是不是可以维持在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量。那我们就广泛的去收集目前这个各县市的这些夜市市场跟商圈。那观光局这边交通部观光局提供的游乐场这个风景区等等。那像内政部提供的国家公园等等的这些综合下来，那这些的景点，那基本上的概念，大家不能停留在过去人满为患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红灯、黄灯、绿灯，基本上红灯是在一个可以维持社交距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警戒的状况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潮的数量、人流的部分是以这样的一个概念来做设计，所以相对的红灯一定是大家还是可以维持一个安全的社交距离来做红灯的这个提醒，那所以就依序下来到绿色这样子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是一个
完整提供民众，所以在这个系统上，我们借接到这个1968交通部原来就有一些车流的这个1968的那一个系统里面，把它借接在一起，那提供民众在出游的时候，你可以事先去了解你要去出游的这个景点的相关的资讯，那你就可以去预做一些准备。如果你原来预定要去的已经达到了这个红灯的部分，那可以提早去做一些行程上的改变，你可以去改去其他的地方，所以是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资讯让民众知道。那这个系统就是这样的一个去结合出来，所以重要的是让民众知道说可以安心出游。那到了之后也是在这样的一个，但是我还是要特别提到说，这个红灯不是已经到人都已经满满的才到红灯而是红灯是在一个安全可以维持社交距离的这样一个人流的状况所以它是一个让民众可以安心，那可以预先知道你要前往的地点人数有多少可以去做一些预先的规划跟安排。不过我想这2天大概对这事情有一些讨论那我想这个第一个要先澄清的了就被标示出来的区域并不代表它是危险的区域了它代表的是说曾经是一个热门的景点，大家喜欢去的区域，就这样子而已被选定的以前如果没有人真要去的，也就不会被选到了，那很多人想要去的那地点就会被选到里面去，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说那些都是属于热门景点，好玩的地方呢，可能有好吃的，可能有好玩的，可能有好看的非常好的地方，那所以这些东西被选出来，那选出来因为它很好玩很好看很好吃，所以怕就是说在放假的时候突然太多的人去那太多人去我们是不欢迎的，我们希望维持一定的社交的距离，这样的一个安全所以第一个要澄清说，这些被标示出来是好玩好吃好看的地方，那并不表示它就是一个危险区域，然后把它再做进一步的有这所谓的绿黄灯，是跟大家提醒说这个时候那个地点它拥挤的情况是怎么样如果你今天去了觉得那地方已经红灯了，你可能再去可能就太挤了，那你可以找其他有黄灯有绿灯的去换句话说，用这样的资讯帮忙我们在这样选择我们去的地点的时候，在路途中可以自动的分流让这样的人潮不至于太过于拥挤在其他的地方这是他的一个目标。那第二个，也因为有这样的分流，在地方在做分流管制的时候，也会减轻压力所以目的大概是这样子而已。那至于另外有人会提到说，这些地方就是说明明这样的计算的基础不公平可能我的地方的一个百分比或一个涵盖的地方，有些地方都很集中，就在这个地方玩那但是它因为它整个区域很大，所以算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人，所以没有被那灯号就变成不正确了那有一些地方它已经在特殊地方很挤，但是因为区域大就弄不出来，有些地方明明不是很挤，但因为它区域被标示小，所以那比例就变高。那所以我昨天也有讲在这样子的一个标示的里面，在显示这样灯号的可能在计算的基础或计算的方式，每一个地方的一个景点它都不太一样，而这些东西呢，大概就是地方政府最了解。如果地方政府觉得这样的一个计算的方式是不正确的，有很多地方没有考虑到的那么也希望赶快提出来那能够做一点修正。毕竟我们这个的目标是要让大家都可以分散到好玩好吃好看的地方去不要说大家明明有其他地方是空的，那大家都在一边挤，那增加了我们在防疫的一个压力了所以这是一个理性可以来讨论的但是要强调，这些标示区域并不是危险区域标示区域是热门的景点，是大家喜欢去的区域，就这样子而已。
部长你好，凤凰卫视2个问题提问。第一个，针对刚刚部长的这个简报的说明，您说 PCR 的这个效益比快筛好，是因为快筛的准确率比较低。不过现在有很多单位都在研发快筛的工具，包括像是台湾跟丹麦有合作，12分钟可以检测，以及工研院也有一开罐的这个快筛研发，那他们都宣称有90%的准确率。那这样子快筛是不是代表说这样90%的准确率是可以提高所谓的经济效益，或者是可以就是改进快筛的准确率？另外第二个问题是，今天中午有医师工会在卫福部的门口抗议，那是关于部长3月的时候说，医护人员的这个津贴比照 SARS 时期，医生每日1万元，护理师每班1万元。但是卫福部在4月24号所公布的奖励措施，似乎就是他们觉得津贴缩水了，多名医师必须要共同照顾很多病患，才能共同来领取1万元。那他们觉得这个津贴好像变少，这边想请教卫福部的回应，谢谢。第二个当然厂商当然有各种的宣称很好，有进步的快筛，准确率高的快筛。那当然是可以备用的。那90%到目前来讲，可能跟我们的 PCR 还有距离。那在我们现在的一个罹患率相对低的情况下，我们暂时还不会考虑。但是如果它的准确率更高，我们是欢迎的。但是有时候就是宣称跟真的被我们验证过是不一样的。那必然是要经过我们政府部门的验证过。那每一种的一个准确率不同，根据我们的罹患率的不同，各有不同的用途。也不是说台湾没有用就不能用。我刚才讲过，有时候在这种罹患率很高的时候，它需要很快速的来做分流的时候，那也许有它的用途在。然后第二，我刚才说很多人照顾，反正我们现在医疗费用，不管在以前会照顾这 SARS 或照顾什么样的病人，我们的计算的方式并不用供给面来做计算了。我们一般是用服务面来算。有这么多的病人需要被照顾，我们就付这么多的钱。那你要有很多人去看，我们也是付这样的钱。我这样讲我并不会因为说我一个病人10个医生去看，我同时进去看，我就要付10个医生的钱。我是付这个病人需要被照顾的费用。健保这样算，以前到现在为止都是一样这样算。那至于有一个病人他是需要被多个医生看的，他可能有会诊的需求。那当然就会算那个医生另外的钱，但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会诊的需求，只要一个医生去照顾，这样的量能就够的时候，那我们不会因为说这样有2个医生去看就付两份的钱。但一个医生如果照顾5个病人，他就领一天就是1万块，就领5万块。所以这样子我讲就是根据是服务的内容来付钱，并不是因为根据我多少人去看。但是我多少去看，有时候是必要的看，所以有会诊的相关的情况，那我们就一样付钱。但没有会诊的需求，而去看，我们一样付一个病人的钱，是这样子的。那至于就是说单价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个照顾的病人在1天这样的费用是不是太低？那这可以来大家再来谈。单价是可以谈，计算的基础的精神，就像我刚才讲的这样子。但单价如果大家觉得单价不足以来因应这样的一个风险的压力的时候，那单价要提高，我们也不反对。各位午安，中视提问，我还是延续一下防疫100天的这个讯息。部长刚刚提到有轻松的时候，也有紧张的时候，是不是能够举例出最紧张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然后另外我们也很关心这个团队的一个身心状况，因为不像部长还有团队的成员都没有休息，那大家是不是随着这个疫情比较趋缓一点点的时候，也是适度可以有半天1天的这种，毕竟防疫是一个长期作战。那另外已经3天的加零了，那我们在防疫的措施上面是不是也能够有一些的松绑？谢谢。你说我们觉得最紧张的时候，一个我记得是在保平星号了，
宝瓶星号我们在等待检验结果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很紧张啊。那时候我们在不断在做一个 Plan B 的演练，就是说万一如果有个案的时候，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那也是大家越演练越紧张了，所以那段时间很紧张。那但最后的结果是好的，然后另外觉得很紧张，就是当我在欧美要发生之前，我不断的提出警告，就是说可能是在下一波就是第二波的一个攻击就会来自欧美。可突然在3月13号、14号，突然发觉他们的病例数好像在爬树一样突然起来，那时候是紧张，因为有一点高，超过我们那时候的一个设想的情况。我们知道他要来了，可但没想到说那整个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攻击，在这些进步的国家里面会一下子造成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也让我们重新再检视，说我们自己的一个医疗的量能。万一如果发生类似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能够承担得起？那个时间倒是也觉得非常的紧张了那其他就是有一些小紧张、小快乐大家都知道，我们天天都在分享嘛部长好，谢谢刚才部长请我们吃龟苓膏。然后这边信传媒想要请教2个问题。那第一个就是昨天有提到一位3阴复阳的案例，那虽然他的病毒量非常低，但是是否有新的接触史及匡列隔离的对象？那其他解除隔离者是否有出现和他类似的相同的状况？那第二题想要请教就是也是进一步追问说，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会逐步降低目前的管制，就是说包括酒店禁止营业、校园禁止对外开放等。对，那就是说，或者说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就是说，像是可能连续14天零确诊就开始松绑或一些松绑的计划。谢谢。好，那个昨天跟大家报告了3阴以后，出院以后，然后又后来胸闷，然后又到医院去检查其实他是很快就回去检查的那所以在出院的这一段几天的期间里面，只有跟家人的接触，所以家人也还是暂时就匡列成居家隔离的状态不过这个个案回到医院里面以后的下一次的检验又变阴性那再下一次检验又变非常非常弱的阳性所以这个状态还是就前面跟大家报告，就是它在最尾端的时候这样的时阴时阳的状态，那病毒量就是以 PCR 验的病毒量都非常非常低，那培养大概都是培养不出来的状态了所以基本上应该对他的周遭人，我们科学上应该是说没有什么威胁，那他家人也确实没有什么症状出现那这个个案的情形大概就这样子那其实以现在整个这样疫情的发展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有太突然的一个大的变化，大概也不太会了但我们还是很谨慎的来对待它。所以就好像这样的情况就进入到我以前也讲过，就是说物事敌之不来嘛事无有以待之嘛。那我有以待之是什么？是我们医疗体系政府方面我们有做相当的准备。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个人的生活上面，我刚才讲过那些生活的习惯的养成是不是能够真的建立。那这样的一个建立的情况，我们就知道说，根据我刚才讲对这100天的一个分析，我们就知道它纵使有一些潜在的感染者然后它就冒出来了那我们就赶快把它医好，及时的发现，及时的隔离。那因为社区大家维持一个基本的一个距离，所以它扩散也不会太广，也不会太快，那这样我们就有开放的本钱。不好意思，苹果日报提问，就是说目前马尔地夫有24个台湾人表示说在不同的度假村工作回不了家，不知道指挥中心有没有想协议中央调派专机接送？那再来第二个问题是说 WHO 最近在疫情报告把台湾列入中国的旗下，然后的一审，那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我们指挥中心有没有想要表达一些抗议？
然后再来就是说有关于1968 APP， 因为刚刚有部长有讲到说，这个只能代表说是热门的景点，那不能完全呈现真实的情况。但是民众在使用的时候，通常还是会希望说能够辅以就是说及时的一个表现的现况嘛。那不知道内政部这边有没有想说和中华电信来商讨一下怎么解决这个有点失真的问题？那个 APP 的部分的背景值，其实随时都还是在做调整哈，因为一直在跟真实的状况一直在做。那因为它也有收集过去的背景值来做，那才能算得出到底要以多少为量嘛哈。那当然这个 APP 就是一直不断都在做调整哈，这个也先说明。那马尔地夫的24位国人的部分，在之前我们在谈印度协助国人返台的这个班机的部分，它就是原来在200多位的里面。那现在的问题是马尔地夫要到德里的这一段的航程，那他必须在当地去找到可以协助他们从马尔地夫飞到德里的这一段，所以这个外管一直在协助国人，看是不是可以解决他们在这一段的这个部分。那初步的了解是马尔地夫这里要解决这一段还是有一些技术上的困难，但外交部还是在持续在努力。好，那我也要特别就是在这里也要就是说呼吁在 WHO 要正视台湾跟中国的不同，那贸然把台湾列入在中国一省，那这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了哈。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关于1968，我还在提醒，这是一个热门景点，是热门景点，大家一定要记得是热门景点，不是一个不好的区域了哈。那至于就是说计算的参数哈，也许交通部啦内政部这边，我觉得还是可以多参考一下地方的意见了。好，也许我们电价参数他觉得太低了，那根据他地方的经验，他正式来跟我们说，其实那个参数是可以调的了。好，那地方的经验就可以纳到里面来，那也不会让地方觉得有一些愤愤不平了哈。指挥官好，这边新唐人提问，想请问一下，就是指挥官说国内疫情6月有可能会告一段落，那除了在社交距离上面啊，我们对各国边境的管制啊，不晓得还有没有讨论到放宽的前提还有顺序。那另外就是美国总统川普说，美国的死亡数并不是全球最多的，是中国。那在中共资讯现在不透明的状况下，台湾要怎么样去做更好的评估？那透过跟美国的交流平台来获取资讯。第一个就是说，大概是我们整个在开放里面就是还是会朝着一个当然是重要的经贸的活动能够开始这关系到我们台湾整个的一个经济，然后另外单位从内需型的先从我们在台湾内部的这样的一个开放，先外部的因素减到比较少，内部的这样来运作看看，然后从各种不同的越能够遵守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交距离跟戴口罩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的地方先开，然后慢慢的这样往下走。换句话说，先不要从一下子把这个边境完全都开了，那干扰的因素相对也多，那个部分我们要站在是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去做开放。那台湾会试着就是说在这里能够把生活习惯维持好的区域，的人民这样的一个区域把它来开放，然后看看这样的一个影响这会怎么样。长官好，年代易电视提问，想要请问一下，就是经济部本来预估要在4月底发放酷碰券，但是迟迟到现在都还没有发。那个经济部长沈荣津早上在备询的时候说，因为疫情持续有变数，所以现在发行的排程已经不是4月底。那至于何时，他们回应说是要交由指挥中心来决定。那另外就是说，请问一下，有其他的长官可以愿意再分享一些就是这100天走来的心路历程吗？谢谢。我觉得这3位都应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才对了哈。我们是先请这个先请署长先啊。
这100天啊，天天有惊奇，好啊，但是觉得我们国人好，我们整个情势，我们整个大家啊，其实还蛮沉稳的，哦，一关一关的，我们都很平稳的把它度过。那感动的是，台湾是个团结的社会，然后对我们的国家就会更有信心。大家好，我想要谢谢民众，那都每天都固定在这个时间，那收看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的一个说明。那这个说明也让我们的阿中部长就一战成名。那所以也谢谢我们的这个媒体的报道。那未来我们希望在很快希望能够结束这场战役。好，谢谢。好，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那过去的100天，其实应该除了指挥中心成立100天以外，其实我们开始动作，大家也知道是去年12月31号就开始，其实早超过100天了哈。这当中当然第一个要非常谢谢我们的阿中部长所带领的整个防疫团队，那甚至跨部会的合作，让我们国家可以维持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哈，那真的是世界的典范，世界的领先了哈。里面当然背后要说的要感谢的实在是非常的多，包括 CDC 的同仁哈，我过去长久跟他们一起工作在一起，也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劳，从第一时间的警觉，那到一路下来哈，几乎是不眠不休的超过100天的努力工作了哈。那也好多次说，那除了 CDC 的防疫团队医疗工作的同仁哈，那也当然包括了地方政府很多的，特别是卫生单位的人员的一起参与这样的一个医疗工作。那其次就是我们很警觉的开始侦测到病人，那这些病人分散在我们整个医疗体系里面啊，非常多的医院里面，非常多的第一线照护工作同仁，那也是非常的辛劳，包括这些通报采检哈，那我们的通报定义也跟大家报告过，随着这样的一个新病毒哈，那一直发现它有一些新的状况，不管在全世界疫情状况，不管疾病的表现，我们专家团队一直在改变我们的通报的模式、通报的定义。那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也非常非常辛苦，在他们医院里面的系统都还没改好之前，我们又下一版又出来了，所以他们几乎是追不上。那也听到在最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也会抱怨说，中央为什么一改再改了哈？那有一点点觉得不容易理解哈。那不过当然最后也知道说，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然后才让我们的这个疫情可以那么密切的追踪，那么密切的监视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程度。那里面当然也是要非常谢谢我们所有的民众哈，包括指挥官阿中部长也提到了，我们的民众水准真的是非常的高哈。那在先前我也提到哈，那跟 SARS 当年的年代的民众的水准确实是非常不一样，民众的配合度，民众的很多卫生习惯的过去的养成跟改变哈，都让我们这一次可以更顺利的让疫情控制到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了哈。所以大家应该可以知道说，我们大家当然偶尔还是会报说有什么居家检疫、居家隔离这样的离开检疫或隔离的场所，外面啪走的哈。其实你看我们的居家检疫、居家隔离总加的数字是非常可观的哈。那么可观的数字里面，只有少数几个哈，这样的一个没有遵照我们的规定哦，其他
绝大部分都是非常规规矩矩的遵照我们的规定而去做居家检疫、居家隔离，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的哈。那在这背后当然也是配合着我们很多部会一起设计的这一些支持系统哈，那或者是这个监测的他们有没有离开检疫的场所哈。部长刚才好像没有特别在报告说，我们居家检疫总共有到目前为止11万多人哈。那居家隔离的有将近快要1万哈，9200多人哈。那这样的一个数字只是少数那几个说没有遵守我们的规定，其实其他绝大多数的民众都是非常非常遵循我们整个防疫的建议跟要求，然后那实在这些也是我曾经在某一个宣传短片上面提到嘛，我们实在是要非常感谢他们这样子的一个配合，让我们其他人可以在更安全的状态之下哈。所以这些林林的种种加起来，当然是让我觉得过去的100天或超过100天的这个跟大家一起的工作当中哈，让我们国家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领先全球的一个成果哈，这当然是非常的感动了哈。那所以在今天这边也许讲多了一些哈，那不过背后当然是还是要谢谢大家。另外应该我忘记提的就是我曾经在电视节目里面提到，其实我们的媒体朋友比当年 SARS 也真的是进步的非常多哈。当年 SARS 的时候，那些媒体的报道真的是某些人说了那又是乱源之一了哈。所以这一次的疫情，其实媒体朋友都精准的报道，那不会去制造太多的一些恐慌的一个状态，也是要谢谢我们的所有媒体朋友们哈，那做一个正确精准的报道，让我们全国民众更精准的掌握我们实际的状况。在这里也要谢谢各位媒体朋友们这么的帮忙我们国家一起来做防疫的工作哈，谢谢大家。对，真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那部长不好意思，还有一个问题，刚刚那个上一个问题，对，就是说那个酷碰券要4月说要发，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发。那经济部长在备询的时候说，因为疫情有变数，所以发行排程已经不是在4月底。那至于何时要实施，他们说是交由指挥中心来决定这样子。对，大概现在目前还是属于纾困期了哈。那离振兴还要稍微等一等。那不过呢，相关我今天也跟经济部也跟这个龚政委那边讲哈，就是说，其实行政那边也提供我一下，就是说相关受创的产业，还有一些的影响的情况怎么样哈。那我们在整体的开放上，我们是有一定的想法，可是在步骤上要根据哪一些受创的情况下可以改进的情况下，那我们会跟他们拿到相关的资料，来做考虑。部长好，这边是中国时报，想要问一下说，就是我们昨天有开放民众就是响应捐口罩给国外，那是不是未来政府在捐赠口罩的时候是会依照这些民众同意的捐赠的数量？假设说民众只同意捐100万片，那但是政府未来是只会捐100万片，还是说会捐更多的数量？那再来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既然我们政府现在有这么多的口罩，那是不是会接下来还会再提供更多口罩给一般民众使用，还是说我们口罩的政策就是就此定案，就是说14天9片，不会再更多了这样子？对，第一个当然未来在捐赠的时候会考量我们国民的一个心意嘛哈。好，那当然会根据我们的量产的情况跟国内供应的情况。我们几乎可以这样子讲了哈，就是说这个心意了哈，如果要超过这心意，那必然就要超过14天9片了。意思说，所谓国内供应的更足，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的能力来说，国外要捐的比大家心意还要多嘛。不过目前我真的是，我这样讲大概不太好，不过我真的不喜欢说再多一片啦。虽然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再多1片，再多2片，多3片。我真的是希望说能够好好的省一省用哈。
我觉得九片真的不算少了啦，哈。不过当然供应量多，我也不能说，好就我说不要就不要，所以我说我表达我的看法，我觉得超过9片，感觉上有一点点的浪费了哈。我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每一个人的感觉不一样，然后每一个人使用的一个时间跟需要不一样，所以基本上会在供应量足14天9，这个大概会先稳住。然后根据有特殊需要的，先来增加，必要性的先来减嘎，然后整个量又更多的时候，那再来考虑说普遍的再来增加，大概会这样的。其实我们像在这段时间对各种物资的一个，就是一个，就一个发送或是我们在管理也好，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嘛，先针对特别需要的，针对一般需要的，然后这样循环的去滚动。大家都会这样的方式去处理这些情形。好，最后一位。焦点事件，部长好。刚刚部长解释了一下那个普筛的情况，就是说针对特定族群，无论有无症状进行采检。所以其实台湾这边也有进行过普筛，比方说敦睦舰队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嘛。那先前高雄市政府也说想要进行普筛，那就是说不知道这些普筛的计划。它的规划和决定，或者说它的权责是怎么分配的？就是说地方政府它可以独立决定吗？还是说它跟中央的关系是什么？那这个问题可能是不是在 PCR 上面跟其他检验方法上面也会不太一样？没有，我讲过，就是说中央地方当然都是在合作的基础上面。那有任何的一个想法，它总是要有一个科学做基础嘛。不是说想说这边就抓来筛一筛，那边抓筛完之后，重要是筛完之后要做什么？那筛完出来产生的结果，你怎么去处理它？那我们刚才讲得很清楚，我们现在的整个战略是没有变。那我希望地方政府也跟着我们这样战略来做。那不过我们一向的态度这样，有任何人、任何地方政府有更好的想法，那么更合理的科学上的一个解释，那我们也都可以来讨论的。好，那非常谢谢哈。那就刚才张教授所讲一样，其实我还是在100天还是要非常感谢各位媒体女士先生们给我们的一个帮助。那你们在做利人利己的事情了哈，因为我们大家合作，那所以我们就都一直很坦诚相告哈。我们知道的，在很短的时间内都会跟大家来分享。好，那大家也把这样的一个新闻很正确的传导出去，也有因为这样的一个宣导，所以整体的社会安定稳定都多。那造成我们在这个防疫上面非常坚实的力量。所以我要讲说，这我感觉就是这段时间，如果说我们现在有一点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基础稳定，我要讲就是说这段时间真的是我觉得是。利人利己的重了，利人利己者重了，害人害己者少了，所以我们就这社会的运作就比较正常，让我们持续的，整个社会这样的一个氛围，用这样的一个氛围，利人利己的氛围，来抗疫。那以上跟大家做这样的报告，非常谢谢大家。那今天是谁？以后不要再弄花来呢，这是我们那个，我们的那个是啊，我们的花农啦，台湾的花是非常的，不过这没有999朵，这是真的玫瑰花，真的玫瑰花啊？这样子，对了母亲节到了，母亲节也送母亲，可以送玫瑰花，原因是我们台湾制的MIT 的很多种花，我们不能这样讲，因为明天可能这都摆满了花。不过我还觉得MIT 很多都很好嘛，包括我的明星啦也很好，我们的花也很好，食物也很好。常常说有人说我们的运气好，那我那时候记不记得我那时候回答就是说，因为台湾有很多好嘛。确实台湾有很多好，才让我们今天变得更好。好，谢谢大家。
跟有关关于近期进行的疫情部分，家下呢一个指挥官陈时中又同大家再个报告一个好消息，就呢台湾呢已经系连续3年都冇新增加武汉肺炎的确诊案例的情形。或者呢近期呢记者的现状呢一个指挥中心就将所有的媒体记者喺世界的规定高，意思呢就会反映讲的规定高，希望呢继续来规定，唔好再个有继续来新增加嘅确诊嘅案例。或者呢就一下新型的统计数目是近期。都会近比关于清醒的一个统计数目是台湾的总共累计的确诊案例数，已经来到有429例，已经维持100位。但讲呢，一下呢，每系累计总共有63人死亡，然后有373人来解除隔离。希望呢，按样情形呢，就嚟继续来维持下去哦。然后呢，近比呢，每系一个指挥中心成立为第100人的日历，一个指挥官陈时中呢，每啲记者会一开始的时间呢，为先来承蒙所有辛苦的医护人员咯。今日特别来讲到嘅，就系讲认真亚拜，有所有民众都按配合来做好防疫，台湾呢将会有安好的成绩。希望你睇下呢沙来呢，还系总唔地海态，所有嘅防疫措施，韩国有从一条沙高安全距离，天初还系外来注意到。然后呢，近比呢，啲记者会现场呢，一个指挥官陈时中还变做一个诚信上哦，同所有嘅媒体记者，还有所有全国的民众啊，来召集一个。前几年就有动到好早，韩国有些媒体呢都应付伊讲，台湾呢应该来做全面体检，还有普遍体检按用的做法。针对按用讲法呢，其实指挥官陈时中就同大家讲到，其实呢个体检呢，佢唔系100%准的哦。故说呢，含喺上班下会有假隐性按用情形。故说呢，就算针对台湾所有民众来做一条全面的体检，含係有可能有一条確診者呢，佢係冇辦法本檢驗出來嘅。还有安的风险。然后呢，做全面体检其实呢会好睇关于动到的医疗资源哦。像讲，假设我做全面体检，政府差唔多呢就係46亿元按度。嘅假设呢，從亞下呢，台灣係針對高風險族群，所以講針對確診者係有其接觸人來做體檢，按用呢將為是差唔多1.6億元按度。做啲呢上體動到嘅醫護資源，做得好好來應用來做好一條防疫戰咯。也係近比記者會嘅。記者會現場嘅情形，然後呢，啲關心台灣進行疫情嘅發展過後，接下來會繼續來看到全世界嘅情形。而呢，亦係全世界嘅確診案例數已經超過300萬例按度。雖然講呢，歐美地區也看起來疫情有卡翻呢，唔過從也係世界衛生組織嘅秘書長譚德塞就同大家來做警告，就係講也下呢，亦係世界大流行係慢結束嘅，希望大家還係要注意。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27號年外記者會後為 WHO 辯護，佢講要睇世衛建議國家防疫表現比別的國家還較好，還強調疫情大流行還未結束。The pandemic is far from over. WHO continues to be concerned about the increasing trends in Africa, Eastern Europe, Latin America, and some Asian countries. 譚德塞咪講，各國為咗控制疫情，實施邊境管制措施，已經促成期末20日過就摒棄疫苗唔拉嘅情形。美國北京經濟顧問南亞羅27指控中國對美國動作唔好，甚至係假嘅新型冠狀病毒抗體試劑，想用疫情太流行來賺太錢。美國連晚加起來超過200萬人確診，還有56000萬人過身，還因此防疫實施嘅檢出門鏈將有到經濟，未動到人信念，所以要動到就陸續宣布解除封鎖，重啟經濟。All retail stores, restaurants, movie theaters, and malls can reopen May the 1st. Now, to minimize the spread of COVID-19 during phase 1, on the advice of doctors, I am limiting occupancy to no more than 25%. 到橋次啊，奧克拉荷馬、阿拉斯加同南卡羅來納嘅4週兩後，禮拜開始，科羅拉多、田納西、蒙泰納、密西西比嚟到州咪陸續解除封鎖。25間嘢加州有130度以上嘅熱浪。I mean,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been out since March 23rd, so I'm doing my due diligence. We are keeping our distance, and life still has to go on. 到咗寮頭福卡面呢係蠻解除，但是洪田頓先講沙巴高爾夫球場同彰化鋪頭做下活動多年。之前係當年衝嘅紐約州24公布增加337例死亡，有12839個人帶院治療。國務院宣布，有到會所嘅檢出門鏈會幫搶。I will extend them
in many parts of the state, but in some parts of the state, some regions, you could make the case that we should unpause on May 15th. 古某咪預告呢天本體聯盟比賽可能翻用關門比賽可能性。古某講佢同幾個專業球場頭家要討論，按用傳統網門票收入跟靠轉播收入嘅情形下來維持繼續經濟。記者陳偉賢總監講表示。也呢其實包含台灣，還有有美國、亞洲國家呢，一個疫情啊，已經看起來有漸漸的卡翻的情形。故此呢，就有眾多民眾都向詢問政府講，呢度相關的防疫管制內容是怎做的來表用咯。因此你看到呢一種圖紅呢，係啲英國的民眾哦，嘅英國的民眾，雖然啲疫情期間，還係有人呢想出去走走啊咧，行行啊咧，認真當然管理國家真見為都唔掉。也呢防疫看起來呢，已經一個疫情漸漸的有控制下來嘅，故所各國都開始來討論內容是。我來解除相關的防疫管制，從係啲中國嘅片。其實呢，中國呢一下看起來呢，已經係基本呢都有放工嘅，就係從基本呢亞洲相關的發通都有開始來進行嘅。一下呢就中國嘅片呢報道呢媒體報道呢就講，中國呢亞洲係宣布講，希望呢啲新嘅第一時節，我來做到100%嘅復工。一下呢目標呢係我哋5年第一時節，全國呢都係來復工哦，希望呢佢嘅成法我來恢復正常嘅。唔過呢一下呢有好多提出嚟警告，就係講5億嘅片呢就係中國嘅片呢黃金周。幾時前呢假使有了卡從假期，有眾多民眾可能都會出去留了，會出去發通哦。就講講嘅呢5億黃金周，還係有可能造成一個疫情拆開來。故所呢好早還係提倡啲中國嘅片的民眾，還係要貼片來做好防疫咯。那我哋美國鴉片呢，韓體基金雖然講疫情有卡翻呢，故所呢有動到嘅主嘅片，就有來做到部分解封嘅，像一啲喬治亞州啊，韓國有阿拉斯加州一啲做晒，就講先前請咗美國來宣布今年緊急重開亞洲州，也呢有動到嘅民眾，韓國有動到地方政府，就已經宣布講一啲部分嘅管制措施做得來不用哦，像係講喬治亞州已經運轉一啲小型嘅企業來做生意嘅。呢度小型嘅企業係乜解呢？大部分呢就係講，從係魯迅呢四川唐亞洲係做得開始呢來接替銀行嘅，唔過像一個大規模嘅公司，一下呢還係會受到相關嘅限制哦。然後呢啲意大利嘅片，意大利嘅先前呢也都疫情動力開國家，一下呢看起來呢疫情咪開始有控制下來嘅。故所呢啲意大利嘅總理控制呢佢咪有宣布嘅，最講啲5月除夕起始會開始來解封。唔過呢愛用解封唔係一下就做先，所有嘅管制都解除睇到，先主要呢係一鋪一鋪天天呢來並用。第一開始呢就嚟開放公園盤大家呢出去發通出去行了，係講你假使民眾在這段時間都做定呢去看親戚朋友嘅，就嚟用較小規模嘅方式來施費用。也係各國政府針對防疫部分也看起來呢已經疫情受到控制嘅，故此呢未來來考慮為本民眾嘅生活來恢復正常嘅，也係針對中國、美國、韓國有意大利也都受採情形咯。然後呢，在全世界各國呢沒有動到嘅向前啲全世界各國哦，故此呢也下呢沒有搶到一類啲南非嘅客家僑胞或到錄音小先生，像今呢同人帶來啲南非嘅片進行嘅觀察，人來睇下嘅片疫情到底係發展到樣嘅。各位客家天時台嘅鄉親，大家好。我係惠州台灣客家聯合總會嘅總會長羅仁祥，我係帶到南非嘅約翰尼斯博士，你下老大家分享報告，你擺你係肺炎嘅個到惠州嘅情形，目前到惠州有2萬人咋，台世界是看到不可能隔離預防，到鳳翔之前呢，我有發本啲客家嘅鄉親。每日加有16隻做 M 做預防，也就到惠州各國來嘅分會會長聯絡西非嘅奈及利亞、喀麥隆、布吉納法索、東非嘅烏干達，大家是保平安。平時除了賣菜賣肉之外，通常都不可能隔離。外出為咗檢測，變而來盤查，係冇正當嘅理由外出。為本佢做戲，目前社區很順穩定，
但是就因川港会派发，了大家是全年电吼。那也是南非警察自由会的会长，局长就发特别的痛喊一本来，所以我做得外出，做得协助帮忙，安尼侨胞，就是也会参加 NGO 组织做食品的发放，照顾了到摩羯摩擦有穷苦的本地人，希望维持迄个基本的生活。莫讲因为某东西好食，喊祖先博通派发。好，非常感谢一个南非的罗伊周先生同人带来的南非清醒的观察。其实呢，先前呢，大家呢伫讨论一个武汉肺炎全世界疫情的世界，伫非洲鸦片其实呢还较少人来讨论了。因为做呢看到呢南非地区呢，其实一道防疫措施做得很系做到东南调，最讲嘅呢一道相关的民众系总唔得凊彩出去嘅，佢哋路行呢都会有警察去巡去做，假使无正当理由系总唔得出去嘅。故上呢非常感谢嘅罗英周先生同大家带来啲南非嘅清醒观察。咁而種呢將一百客家新新聞同大家帶來有關疫情嘅清醒消息，咁有關天公年一啲武漢肺炎嘅清醒發展，請同志朋友繼續來收聽天公早晨9點半嘅客家清醒聞。客家清醒聞，客家 live， 本唔清醒嘅疫情之心。我係陳彥祖，我係希里定。當日早晨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清醒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還有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清醒聞。